安南病院主辦，市府衛生局、團壽醫療基金會、帕薩蒂娜國際餐飲贊助協辦的搶救古都心跳聲、學電擊、抽麵包、找找救難英雄活動，一開始由 ABC 急救俱樂部講師現場教學 AD 的急救示範。邊是貼在我們的右鎖骨下面、右胸口，不用緊張，它上面都會告訴你貼在哪裡哈，貼在右胸那個乳房的上面，就是鎖骨的下面，左邊就是貼在左胸、左乳房的下面。貼好了以後，擦完了以后 ，OK。然后他会分析病人的心率，这个时候不要去碰觸病人 ，OK， 就是因為他分析到心室血管顫動，閃了對不對？閃了，然後我們就按掉電源啊。為了推廣這項急救技能，並鼓勵更多市民朋友做伙學習，帕薩蒂娜國際餐飲也贊助了麵包消費券，予參與活動的民眾抽獎。安南病院副院長徐秉義也歡迎市民大眾做伙來學急救，提好禮。看診的民眾啦，在等候看診啊、掛號啊，還有領藥的時候，只要利用5分鐘的時間，來我們的這個急救小站來學這個傻瓜電擊器啊，你在短短的5分鐘之內呢，你就會學會怎麼樣操作這個電擊器。以後你如果說遇到病人有急難的時候，你比方說在百貨公司啦，在學校啦，在捷運站啦，如果有人倒下去，你就很勇敢的可以把那個紅色箱子裡面的那個電擊器拿出來，來給他做急救。那我們也很高興啊，這一次我們帕薩蒂娜公司呢，特別贊助了我們這個麵包哈，所以呢，來參加的這次活動的朋友呢，可以來抽這個300元的麵包券。這次活動除了會當學習 AED， 嘛規劃找出救難英雄的環節，會為參加活動的民眾當中選出年紀上小以及上大的參加者，加碼送證書以及1000塊的麵包券。1號到19號活動期間裡面，來參加這個活動裡面年紀最小的他就是急救小英雄，我們會頒發給他一個證書，還有贈送他1000元的帕薩蒂娜的麵包券。那年紀最大的呢，我們就是急救大英雄，我們同樣都會給他一個證書，然後呢，給他1000元的麵包券。請大家把握機會，踴躍來安南醫院學傻瓜電擊器。搶救古都的心跳聲活動，為今麥開始一直到12月19日為止，地點在安南病院1樓大廳，院方歡迎市民朋友踴躍參加。台南新聞張世維採訪報道。